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访问越南，讲要建立命运共同体，甲美国相比拼。日本北海道顶一日有600栋鱼仔死伫咧海堡，山中间嘛有30-40栋，防怀疑甲核废水有牵连。萨尔瓦多宣布明年开始发行加密货币比特币借券，要用这寡钱去制造比特币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昨个去访问美国，望争取国会通过军援预算。不过，众议院的议长强森虽然甲伊见面，不过是无对外看相片，显示这共和党的立场也未改变。也若是美国总统拜登好亲像态度有变化，过去伊拢是讲挺乌克兰到底，这阵是变挺偌久算偌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日第3摆到美国华府访问，展开真积极的游说行程。伊到北京甲美国总统拜登来会面。拜登进前是强调，会大力来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无论会用偌久的时间。不过这摆拜登伫记者会强调，美国支持乌克兰用偌久是偌久。这句话被改头，美国伫支持乌克兰顶面的态度可能有所改变。We'll continue to supply Ukraine with critical weapons and equipment as long as we can, including $200 million I just approved today in a critical needed equipment, addition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rtillery, and ammunition. 乌克兰战事陷入困境，甲去年泽伦斯基真成功访问美国，并且得到美国500亿美金的援助案件台务比较。泽伦斯基这摆行程更加显得级别，伊到美国国会山庄会见共和党甲民主党的领袖，恳请国会通过增加军事援助乌克兰的追加预算案件。众议院议长强森虽然甲泽伦斯基会面，也过无公开翕相，也是影像，显示共和党对着军事援助案件立场并无改变。Fighting for freedom, we stand firm. No matter what Putin tries, he hasn't won any victories. Thanks to Ukraine's success in defense, other European nations are safe from the Russian aggression. 根据北京昨日的情报，乌克兰最近伫阿夫迪夫卡甲辛帕夫里夫卡的战斗中，互俄罗斯损失惨重，造成13000人伤亡，也佫损失220多台的战车。也若俄罗斯是认为，即要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用尽，度过这当天的军事攻击，俄罗斯最后也是会得到胜利优势。公视新闻新录配编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去访问越南，讲是要建立中越命运共同体。这是比美国总统拜登去越南的时阵，讲双方是全面战略伙伴，这款关系搁较密。中国甲美国相比拼的气味真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6冬外了后，搁一摆访问越南。伊10日和太太到河内的时阵是受到盛大欢迎。所来习近平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是举行会谈，提出两国关系新定位，宣布会伫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顶悬，打造中越命运共同体。我同阮富仲总书记到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了新时代中越关系的新篇章。下当注意的是，习近平嘴讲的命运共同体，用语是 shared future 来表达，越南语嘛翻作共同的未来，两个是家己讲家己的。不过两国的关系是用这来有关站级，有评论讲已经超过美国和越南伫9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越双方嘛暂时甲历史恩怨放一边，签37项有外交、下境铁路、电信和贸易这领域的协议，其中包括伫南海北部湾做联合巡逻，嘛设热线来处理渔业事件。外界认为这是能够伫南海争端甲消透的意思。事实上，中越的经济关系真密，中国是越南上大的贸易伙伴，当年双边贸易也是要到2000亿美金。中国嘛是越南上大的外来投资国，越南是执行叫做“德”外交的政策，就敢若一支“德”啊，底是真稳固的，但是顶悬煞是会当调整的。越南避免伫美中之间选要徛对一边，甘愿和双方拢保持好的关系。不过分析认为讲，南海未来同款是中越利益上大的冲突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日本清水市公布民众境的2023年的代表汉字是“税”，显示民众因为通货膨胀加上政府征税计划日子真歹过。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游戏开发商 Epic Games 和 Google Play 硬收30%的手续费，涉嫌甲 Apple 的市场规换旁。日前美国加州的法院陪审团判 Google 败诉。英国 Times 报道，后面这礼拜开始讨论乌克兰加入的议题，立场较换罗西亚匈牙利公开反对，而且根据民调，后面的民众惊这乌克兰加入了后因有安全问题，反对的比例嘛较悬。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荷兰的新总理图斯克立场较亲欧盟，强调就任了后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强因甲欧盟各有北约的关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中国网军过去1年来入侵美国20多个基础设施的系统，目的就是要扰乱美军的调度。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日头震动，美国总统拜登将是罕见态度大增的。讲以色列这款轰炸手段会失去国际社会支持。以色列用定发性而且无差别轰炸加沙，百姓失去至亲的画面，逐工伫国际媒体报送的时阵，美国总统拜登昨日用真少看到强硬、带有警告意味的口气表示，以色列行为对加沙的轰炸煞失去国际社会支持。伊认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理解这一点，不过对伊的战时队伍都无遮尔把握咯。人伫黎巴嫩的哈马斯领袖之一哈姆丹就表示，拜登即马总算知影加沙战争是疯狂的行动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这礼拜会去以色列直接进行参详。拜登搁一摆警告以色列唔通亲像2001年由于恐怖攻击事件了后，美国反应过度共款。拜登伫这会进前就是10月伫白宫募款活动，公民节招待会顶悬面对犹太的关键人，直接表示家己甲以色列领导人有无共款的意見，佢講起一段以前嘅往事。I've known Bibi for now 51 years. He has a picture on his desk of he and I when he was a young member of the Israeli service here, foreign service. And I was a 32-year-old senator. And I wrote on the top of it, Bibi, I love you, but I don't agree with a damn thing you had to say. It's about the same today. 伫拜登募款活动讲话进前，纳坦雅胡则感谢美国支持，得到对地平进攻的全力支持，佢当助国际社会要求停火压力。יש מחלוקות לגבי היום שאחרי חמאס, ואני מקווה שנגיע להסכמה גם כאן. 联合国大会10支伫193席当中，153票赞成通过立即人道停火，不过无实际约束力。顶礼拜美国则伫安理会放过一项内容共款的决议，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西班牙品牌 Zara 一块新广告，这画面当中是有用白布包起来人形马肚，佫有一寡假人是无骹无手。有人就认为讲，这好亲像是战争的时阵难免的模样，就引起争议。日前 Zara 是已经甲广告提掉，嘛强调这个广告7月就定案啦，因是无要利用难民的意思，全部拢是一场误会。西班牙巴塞隆纳沙罗分店的厨汤由原坑引起风波的系列外套设计，沙罗车市伫网络推出新的广告，马肚铺垫白布的红仔，部分的红仔佮长骹长手，现场如苍苍，互人想起加沙地区遭受空袭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惨状，引起外界抵制声音。支持8人组织，佮伫店面外口示威。突尼西亚首都突尼西沙罗分店，厨汤甲地板互人喷红漆。沙罗进前表示，这系列设计源自几世纪进前南宗。10月透过声明表示，广告伫7月有这个想法，9月拍片、宣传相片，营造出艺术家工作室的场景甲气氛，对外界误解感觉真遗憾。这是沙罗第一摆引爆以巴政机，2001年迄时阵的设计总监爆发送反巴勒斯坦言论的信息，招来抵制声音。以哈战争引爆美国高高浩远的反犹太言论风波，哈佛大学董事会10日宣布，校长建议会继续留落来。They feel that to remove her would be, again, bending to political pressure and sort of contravening principles of academic freedom that Harvard prides itself on.
超过650个哈佛教职员联名签署日庭决议，要求董事会可以继续留任。宾州大学、哈佛甲麻省理工学院3校校长齐鼓出席众议院校园反犹太言论风波听证会，因为并不明确表态是不是谴责反犹太言论，煞饱受批评。宾州大学校长麦吉尔因为压力伤过大，已经请辞。麻省理工学院也表态支持校长科恩布鲁斯。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日本北海道顶日有600吨鱼死伫咧海堡，这都互怀疑甲核废水是有牵连的。日本的水产厅就赶紧出面驳回，讲这款质疑根本就无科学证据，死鱼甲核废水无关系。不过今日早起三中关冒鱼互海涌冲就翻，大概是有30-40吨。大量温仔鱼等等鱼类的尸体对海涌互冲击伫河边，对无人机对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出鱼群的尸体，甲几片海山波动砍掉的，看起来真惊人。这是北海道的南平，面对丁庆海峡的函馆池边顶，初一早起，方发现有一大堆温仔鱼这鱼类的尸体互冲击伫海岸，民众看到是拢错一个，但是有的人阁想要捡较完整的鱼，想要早登去厝食。北海道当地媒体讲，在互冲起来海边仔的鱼群总重是超过600吨。函馆市政府对初9到11动员人力来做回收和分化，但是3天敢若会当处理差不多90吨尔。烦恼讲鱼的尸体长时间安尼拍会真臭。对12开始是委托营建业者使用重型机具，暗算逐天会当处理40吨。费用的部分，地方政府会当向中央申请补助70%到95%。当地水产专家讲，鱼群的尸体会互冲起来河边，其实是有当时都会发生，算是正常的现象。この時期、イワシなんかは、北海道周辺から本州方面に向かって南下する時期に当たってまして、その群れの一部が打ち上げら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どんなことが考えられるかなっていう部分は、魚群がなんか大きな魚に追いかけられて疲弊してしまって、波で打ち寄せられたであるとか、あと、その魚群が移動している最中に冷たい水海ですね。その中に入ってしまって動けなくなって打ち上げられた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ようなことが。这个事件嘛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英国每日邮报甚至用看起来真恐怖的标题写讲，伫日本开始排放福岛核电厂处理过污染水了后的3个月，就出现几千吨的死鱼互冲起伫海岸，社群网络佮大量流传这个消息。对这北海道当地政府和民间是真不满。日本农水省水产厅和水产专家讲，福岛和函馆是隔真远，另外辐射污染水造成鱼群大量死亡的讲法，完全是无科学根据的。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中美洲萨尔瓦多宣布明年开始发行加密货币比特币债券，是要把这寡钱摕来去一座以火山做能源的比特币市。而且这已经不是萨尔瓦多政府头一届应用比特币，因是2021年就把比特币定做国家货币，讲是会当降低通货膨胀的风险，省外国的资金，是全世界唯一安尼做的。而且因的百姓是有70%无银行口座，毋过手机也真普遍。所以讲政府就想要用虚拟货币，互民众会当直接咧网络顶做金融活动。毋过根据当地民调，愿意用比特币民众是无到25%，甚至有8成的企业拢无愿意收。拉丁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002年起，甲比特币定做合法的货币之一，是全球头一摆有国家甲比特币看作是正式货币。政府又宣布，要伫2024年头一季发行全球头一档比特币债券，收益用伫兴建比特币市，是作为伫该国东部用火山来供应能源的城市。Bringing them kind of into the digital world. They're able to now make online payments. They're able to send money back and forth to family members, even hundreds of miles away, and they're able to do all this with very low or almost non-existent fees. 萨尔瓦多有20%的人口是长期住伫国外甲工作，而且大多数是伫美国。所以讲，该国对2002年开始甲美金定做合法货币，减少海外汇款的成本。现任总统布格雷是希望经由比特币为当地70%无银行户头的人来提供金融服务。
尽管受到不少投资人的支持，不过法新社却是指出，超过70%的民众认为，这做法对改善家庭经济根本就拢无帮助。En el futuro creeremos que con esta implementación que el gobierno va a hacer de utilizarla en el país, va a subir su valor y entonces eso va a generar mayores ganancias. Pero esa es una estafa que viene, es un robo. No, a mí eso no me gusta. A mí me gusta ir a comprar con billetes, no es que me den paja. 另外，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是推出休克疗法来救经济。该国即阵年通货膨胀率是140%，产值比率达到40%。新任经济部长宣布会大幅变大阿根廷比索50%以上，对391比索提悬到800比索兑换1美金，同时减少能源甲交通的补助。尽管手段真激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是表达乐观的看法，认为这样政策对阿根廷经济恢复稳定有帮助。公视新闻牛眼编译。咱台湾有健保，看医生是俗个方便，伫咧国外边若是破病，就爱开大条钱。亲像英国人若要看喙齿，飞出国电到俗，因为英国健保齿科医师真欠，若是要看诊，就爱排1、2年。毋过若是找私人的医师，阁贵3，说讲民众着规气出国免等阁俗。有一个民众就讲，伊伫咧英国种喙齿，一支就爱7万至10万的台票。不过，伊若是去托尼基，包含住宿费用只要1/5，就算佮加上机票钱，嘛算会好。所以讲，即马请专门的公司安排齿科行程的人就愈来愈多。有的公司讲，因今年已经安排几200人去罗马尼亚种喙齿，去托尼基的上无毛600个人。英国、英国现在有人出国做医美，即马连看齿科嘛流行去外国。一个55岁为英格兰东部来的帕克斯，最近就去托尼基的医术探宝种喙齿。I am having 1 extraction and 2 dental implants done. The cost is approximately, well, it's less than 1/5 of the cost in the United Kingdom. My dentist in the UK quoted £5,000 for 2 dental implants, and here in Istanbul, for 2 dental implants and 1 extraction, it's £923. So, much cheaper. 是安怎看喙齿都爱出国？英国的民众其实是高不离众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英国健保体系资金欠缺，真侪提供健保给付的齿科根本是了钱伫甲民众看喙齿，于是愈来愈侪齿科医师主动离职，齿科嘛愈来愈欠人。But sadly, with the rise of inflation and various costs of delivering the service, the NHS fees now for the treatment do not cover the costs of actually delivering the care. So many of my colleagues are actually delivering care at a loss. 目前英国的民众想要去公立病院看喙齿，就要等1、2年；若无就要去贵3的私人诊所；若无想要开冤枉钱，嘛无愿意排队的人，就会选择去托尼基、匈牙利、加罗马尼亚等等的国家去看喙齿。以帕克斯做例。伊去医术探宝，毋但省8成看喙齿的费用，还佫会当顺续去观光，互伊感觉真算会好。I was very happy. Any misgivings, any nervousness that I had disappeared, and within an hour of having the numbing injections, the treatment was done. 英国齿科协会估计，目前排队要看健保齿科的患者有1200万人。选择出国看喙齿的人数当咧加悬。以帕克斯去的医术探宝齿科诊所做例，去年英国的患者有200个人，今年已经增加到500个人。公视新闻张惠斌编译。2028的奥运跟200几天就要起过啊！奥委会将着公开部分的菜单，其中有6成拢是素食，讲安尼互大家食着健康，佮兼顾环保。另外，为着维持芭蕾形象，当地警察最近是拼死咧抓假货。要互观光客会当安心消费。汉堡内底包的毋是肉饼，而是麦仔做的鸭，饼也有内麦的青菜沙拉，食起来真清新无负担。巴黎奥运组委会昨日公开明年奥运期间部分的菜单，其中上大特色是会有6成的菜是素食。C'est végétal, c'est très bon pour tout ce qui est leur équilibre, pour la santé aussi. Et c'est léger aussi pour tout ce qui est le sport. Voilà, c'est pas quelque chose de lourd et ça peut intégrer le menu des sportifs. 推出这素食的菜，若是要互选手甲观众食甲无负担，也是因为素食料理甲这个肉类来比较，摊摆方是较少。
It's also our responsibility to educate the people who will be engaged in Paris 2024 that it's a collective duty now to change our habits and definitely to reduce our carbon footprint. 提倡食素食料理以外，菜单顶面备写所有料理也会采用法国当地农产品制成。预计奥会期间提供大约1300万份的菜。另外，伫提倡减碳的同时，巴黎警方最近也真正零检当地圣都王市场，你甲这个仿冒品拢消毒掉。Vous savez, et vous faites délibérément? Non, non, il n'y a pas de tout le monde qui fait ça, monsieur. Il y a des gens qui vendent de la drogue, tout le monde le fait aussi. Ça marche pas. Donc là, c'est de la contrefaçon, vous n'avez pas le droit, monsieur. 红茶条的假冒的鞋啊、假冒的衫裤、假的外套拢互不收。圣都市场位伫巴黎北部郊区，是当地有名的卖二手货市场，内底卖各种古董艺术品。是买种物件的好所在，却是因为假货真多，而出名。为少大头伫圣都王卖这个仿冒 LV、爱马仕这有名的商品，毋但造成品牌上的损失，买到假货游客也感觉互骗去。当地政府烦恼讲，明年奥运真侪观光客会来，若是圣都王市场也是世界拢是假货，会影响巴黎的形象。因正伫加强处理卖假货生意人，希望明年到巴黎游客拢会安心买物件。公司新闻是婉玲编译。南韩有一座人口流失真严重的德吉岛，这几年当地政府伫咧为伊的中学组棒球队，请职棒出身的教练，开始是声袂少对棒球有兴趣的学生来遮读册，嘛，互规地岛变了较有活力。离厝400公里，为着追求棒球梦，17岁安胜汉甲16岁安胜英两兄弟啊，相信这个当地老化渐渐回春，离岛棒球重点中学会当互因走向成功。 여기 진짜 아무것도 없어가지고 거기 공도 있고 해가지고 할 수 있는 게 진짜 야구뿐이어가지고 그냥 심심하면 야구하고 뭐 그런 걸로 할 수 있어서 그런 목표에 갈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捌伫培养几60个韩国职棒球员的东国大学担任总教练的金浩英，也甲张光浩是仁川来。 원하는 게 프로니까 프로 팀에 보내려고 좀 노력하고 있습니다. 老一辈在地人对于棒球甲学生囡仔入来表示欢迎。球队运作资金是当地海岸乌山补助款，有部分居民認為無應該把這個錢用喺支持棒球隊，不過嘛有人感覺資金本來就應該活用。 야구부 애들을 데려서 학교 폐교를 방지하고 존립하기 위해서 했지만은. 德基岛是南韩昂定群岛的一部分，为仁川市坐船来到这较免2點鐘。在交通無方便的情形下，这個島幾60年來較少人行到位。為50年代1.2萬的居民，到即馬敢若剩1800人。2022年，島上唯一的中學成立棒球隊，一日開始招收28球員，今年佫增加13人。韓國佫特別重視棒球運動，而且因為離島的關係，讓少年球員會當專心對棒，也吸引真牛的球員甲親人搬入來。毋望有一天為這拍出名聲，讓這個老化的離島，才由棒球會當有更加個人的關係。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譯。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比，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